大家好，我叫傲然哥哥。我呢個 channel 呢，就係講唔同嘅故事俾大家聽嘅。咁呢，今日我會講嘅故事叫做三隻小兔。我而家開始講啦。兔媽媽有3個孩子，他們是灰灰、黃黃和白白。早上，兔媽媽要到森林裏探望野兔姨媽，就對3隻小兔說：我要到晚上才回來，你們要自己做飯吃，還要幫媽媽做家務哦。3隻小兔齊聲說：媽媽，我們都記住了。兔媽媽剛走，小刺蝟就來找小兔們玩，說：田那邊有個大紅蘿蔔，我們把它拔出來吃吧。灰灰和白白一聽就興高采烈地跟小刺蝟拔蘿蔔去了，只有黃黃留了下來。他把家裏打掃得很乾乾淨淨，還給菜園裏的菜淋水施了肥。兔媽媽晚上回到家裏，看見只有黃黃一個人在家做飯，就非常生氣。晚上吃飯的時候，媽媽說黃黃最乖，下次我只帶他去野兔姨媽家玩。兔灰灰和白白聽了後悔極了。呢個故事呢，我覺得黃黃係最乖，因為佢有聽媽媽講，冇跟刺蝟佢哋走咗，乖乖地咁樣做家務。希望你哋都好似黃黃一個咁乖。拜拜。